亲爱的兄弟姊妹，真欢迎咱倒转来到伫咱属伫咱属灵的家庭，咱的永光教会。这是一个欢喜的时刻。当咱透早起来时，看到日光，你有感受到上帝听到参照日光温暖伫你的心内面无？有吗？阿妹吗？阿妹，这是上自然的呀。咱常常讲，上帝你伫倒位，我看无到你。上帝啊，你有听我无？你敢知影我的需要？总是咱若阁真清楚，上帝透过日光，就是咧甲你讲，我的囝，我一直拢甲你同在。连你暗时在困，我嘛甲你同在。日出的时，你看到日出，你阁较知影，我要用日出，用日光来引出你的道路。阿门。阿妹，所以咱每一日拢活伫上帝的听谈甲伊的照顾内面。阿门。阿妹，所以咱会当入摆上帝恩典，你看，咱信主的人是上有福气的，信主的人是上有智慧的，因为圣经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咱敬畏耶和华，倒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伊。你来甲隔壁的兄弟姊妹，你来甲伊讲，你就是智慧的人。你就是智慧的人。哈利路亚！牧师这是邀请咱起立，咱要来邀请圣神伫咱的内面，互咱的敬拜，咱规个人都奉献了上帝，专心来敬拜。这就是上帝创造咱有嘴、有手、有脚的目的。有嘴就是为着要开声学乐伊，有手就是为着要拍扑啊、举手敬拜伊，有脚咧是为着要行路，毋是安尼那定。有脚是为着上帝要互咱的脚会当跳舞来敬拜咱的主。哈利路亚！所以你有感觉咱生这个司机有水无？你看隔壁的，你家会感觉伊的司机安尼，生个你来讲，你的司机真娇壮。哇，咱的司机就是咧要来跳舞学乐主。那么真欢迎透过直播，不管你是伫国内国外，伫任何一个所在，圣神拢甲你伫地，互你所徛起的所在，真做圣敬拜的所在。咱这是咱将咱的手双手举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安静伫圣神的内面，圣神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神，因是三位一体的主，所以咱呼求伊，求圣神伫咱的中间。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意爱你；圣神，我意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圣神，你运行伫阮所有兄弟姊妹的中间。圣神，你对阮来讲话，你望着阮的心，互阮所有对伫未来的看路，对伫家庭所有一切看路，阮拢要放下。因为圣神，你充满伫阮的内面，阮就知阮的心思意念拢有上帝你的心意，你的计划，你的引出伫阮的内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这个时，咱要用使徒圣经，咱三甲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临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圣经讲，伫咱的动作、咱的生活、咱的存留，拢在伫耶和华上帝。因为伊是咱的上帝，是咱的主，阿门吗？阿门。所以咱这是咱要用咱上帝的、咱的专人，咱要来学乐咱的主。因为咱的主，伊是堪伫学乐的。因为咱的主，伊是享受咱活命的主，阿门吗？阿门。咱大声用普话声来欢迎咱的圣神伫咱的内面。哈利路亚，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
宣告荣耀、尊贵、宽仁，拢归伫互咱的主，阿门。阿门做伙来唱这首诗歌。我
遮尔啊轻，已经带咱的脚步，真做咱每一日的已经带伊的疼，每一日拢甲咱同在，阿免。阿妹。敬拜，真做芳芳的真献互你。阿门。阮每一个人拢是你所拣选的，所以一切荣耀拢归伫你，上帝。阿门。将家己放下，才做偌济，做主心家宝贝的器皿，你丰富稳定要充满关爱我，予我来你充满期待领你，高举双手学落我的主，全心全灵拢予你耶稣，一心一意我是荣耀的呼调，勇敢所差的标炮仗。
多，做出世界宝贝的奇美，你丰富稳定的充满关爱我，互我内面充满期待灵力，高举双手握落我的主，全心全意拢予你耶稣，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在的标炮仗，高举双手握落我的主，全心全意拢予你耶稣，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在的标炮仗，阮对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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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双手握落我的主，全心全意拢予你耶稣，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所在的标炮仗。上帝对咱每一个人，你会当成做基督徒，你会当成做信主上帝的囝儿，毋是出自咱家己会晓，毋是出自咱家己的高，是因为上帝对你有特别的拣选。阿门。上帝早就看准你，而且你愿意顺服，愿意回应上帝的听。所以牧师讲，咱徛伫遮的，咱受拣选的所有的证件里，拢是上帝荣耀的拣选。阿门。阿门。咱感谢主，嘛，互咱伫昨昏一天的选举了后，一切拢会当顺利。毋管倒一政党，倒一组当选着咱台湾的总统，即马是一个新的开始，搁较重要的，咱来为着咱的台湾的未来祈祷。阿门吗？阿门。因为得胜的无在伫迄个人多人少，得胜的来在伫耶和华上帝。阿门。阿门。耶和华上帝要互人，要互倒一个人得选，要互倒一个人赢，要互倒一个人输，拢在伫耶和华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阁有真济头前的路爱行。咱为着咱的台湾，为着世界，咱徛伫遮的，你就是一个基督的溃烂，而且你有权柄，你的基督是大有功效的。阿门。咱即时咱要为着咱的台湾，咱当选的是赖清德，所以咱为着咱当选的总统来祈祷，为着咱台湾未来来祈祷，互咱台湾成做合一，成做和平，成做温暖的国家。阿门。咱的台湾百姓拢有合一的共识，挺台湾这个土地，互咱台湾成做上帝祝福的所在，成做世界所看见。台湾不是经济好，哪定台湾人
真正是一个温暖的人。阿门。阿门。咱为着台湾的复兴，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开声为着台湾来祈祷。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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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祈祷是有关键的，大声来祈祷，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主啊，俄勒里，感谢主，哈利路亚，主俄勒里的名，我伫遮会当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主我在你台湾，主啊台湾是你的主啊，你让我们台湾来共在主主上帝，我感谢俄勒里。主你讲，敬畏耶和华，迄个国是有福气的。主，不管阮伫选举，迄个结果如何，主啊，阮要将阮的台湾，阮期待阮的台湾是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主，这才是阮的愿望。主，阮要求你来帮咱，互未来新的总统。主啊，互伊的目睭有属灵的眼光。主，互伊的目睭无搁再看伫世间遮的一切的需要拿点。主啊，阮真正求你将迄个圣心放伫总统、副总统，甲遮个新的国会的内面。主，互因看见未来的道路，拢要伫上帝的手内面。主啊，求你差遣伫因身躯边，伫因的亲情朋友、因的同事。主，阮求你会当将一个奇人的基督徒放伫因的身边，来对因讲出上帝耶稣基督你的救恩。因为主啊，不管因偌高执政，偌高伫国会内面来发言，总是主，总有一天伊需要面对你。主，阮所看落的就是因的灵魂的得救。主啊，当这个领袖因若得救的时，主，阮知。阮的国家要伫主你的内面，佮真做上帝，你佮较欢喜的土地。主，阮求你来帮咱，也互阮所有伫台湾的每一间的教会，阮拢为着阮的执政党，为着新的未来路，互阮每一个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勇敢举手温困伫上帝你的面前来求。主啊，你讲百姓伫主你的面前，若是谦卑。悔改认罪祈祷的，主你的灵就要赦免这个土地，你就要医治这个土地。主啊，阮的台湾带到伫你的面前，世界各国拢在注意的时，主阮知，阮唯一所在意的就是上帝，你有注意阮，因为阮要真做上帝你手中迄个竞选的宝贝，互阮伫这个世代，阮会当真做光，真做盐。来阳光上帝你，做人所看会见的见证。主啊，学了你，因为你的快乐点伫阮的中间，你的权柄、你的能力、你的稳定伫阮的中间。阮学了你，哈利路亚！来，举起咱的双手来。如果相信我的主，专心专力，拢互你耶稣。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火苗，勇敢手擦的标炮仗。哈利路亚！咱继续来学了咱的。相信我的主，专心专力，拢互你耶稣，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火苗，勇敢手擦的标炮仗。咱一心一心一意，活出荣耀的火苗，勇敢手擦的标炮仗。一生一意拢活伫上帝荣耀的呼召，你一生过来日子，你的意义是啥物货？
你为什么来活？什么是你重要的目标？来敲找上帝对你荣耀的呼召。上起码荣耀呼召，一定有一项，就是为着这块土地，为着世界，为着人的得救来祈祷。阿门吗？阿门这就是咱的呼召。俄勒主，咱将咱一切俄勒拢归乎咱的主上帝。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的敬拜是美好的，咱的敬拜非常的水。上帝嘛照着咱的敬拜，迄个恩典，迄个水泉，迄个医治就降落来。阿门。阿门。大家请坐。这是咱要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到24节。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24节，咱齐声来强读，请。保罗对米利都找人去以弗所召集教会的长老来。因到位的时，保罗对因讲：“对我来到亚细亚彼得去，一直到现在，我甲恁安怎做伙生活，恁拢知。虽然我有对犹太人的计谋受到试炼，又搁非常谦卑，搁老目屎咧服侍主，无论伫公共的场合。”甲是个别的家庭，若对恁有利益的，我毋捌无对恁传，无对恁讲。对犹太人甲希腊人，我拢严严劝告因着悔改归向上帝，顾信咱的主耶稣。现在我顺服圣神，要去耶路撒冷。伫遐未拄着啥物代志，我毋知。毋过我知，圣神互我警告，讲伫逐个城市有甲力甲患难要挺候我。毋过为着我行完的我的路程，完成主耶稣交代我的任务，通见证上帝恩典的福音。我完全无惜家己的性命，愿上帝话点伫咱心内。这是要邀请本堂教牧师来进道，伊的题目是证明上帝恩典的福音，证明上帝恩典的福音。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咱会当直接敬拜服侍伊，透过诗歌学了伊。也将荣耀归予伊，这是咱真做伊的百姓，咱应该尽的本分。我相信今仔日圣神嘛真欢喜伫咱中间，互咱伫敬拜内面会当搁去较侪感受上帝的同在。阿门。好，这时阵请咱起立，毋免起立吼，毋免起立。今年开始有一点仔改变吼，所以你若有圣经的摕起来吼，咱要来做伙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是，感谢主，咱会当透过上帝话语来得到快乐，知影咱一切生命拢伫伊内面。会当得到丰盛，这是你我伫生活、伫信仰内面，咱拢深信的，也透过安尼宣告来坚定咱的信心。那嘛要互咱知，咱归属伊的，咱时时刻刻拢甲伊有美妙的结连。阿门。真感谢主，咱台湾伫昨会当真平顺来完成2024年的总统大选甲国会的改选。牧师真注意查案，就是讲迄个选举了后，候选人来发表伊的感言的时阵，伊的态度是啥？这是值得观察的，对无？所以咱感谢主，
三队的候选人拢真诚恳来表达伊安那伊真肯定对方对手因所努力的，嘛该恭贺的该恭贺，该肯定的该肯定对方，这真要紧，对无？你甲想，昨暗无论对一个对一党的人在开票，你看伫迄个总部偌济人，对无？说即个候选人，伊若去你讲一句话，讲毋对，伊若讲我毋甘愿，安尼就有代志啊，对无？安尼就真正乱啊，是无？过去捌有即个情形哦，我毋认输，我毋甘愿，哇，安尼真正台湾就会动荡不安。所以，即个会当看见民主的风度，就是应该爱展现伫足重要的时刻。每一个领袖有影响力愈大的时阵，伊的言行举止爱不断搁较谨慎，所以咱看伫整个的选举的过程，无论啥物代志，恁兜大细项的代志，包括恁兜的猫啊、狗啊，拢互摕出来讲，对无？为什么？因为你要做领袖，你总是爱伫任何的代志内面，成做一个真谨慎的人，因为你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感谢主咱前礼拜嘛一直为着讲，这个选举的过程以及选举后，是毋是会当真平静安稳？是毋是大家拢会当安静落来，开始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开力，伫台湾互台湾会当搁较伫世界得到肯定。即款的民主社会，即款自由的即个态度，拢会当透过选举过程甲选举后，拢会当来做一个真好的检验。所以咱感谢主，咱对台湾来讲，咱扮演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守望祈祷的人。阿门。佮继续落去，咱嘛要来祝福咱的台湾，互咱的世世代代伫遮徛起，拢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互咱世世代代会当搁较看见，虽然一块番薯足细地，台湾即个咱称作宝岛的，前礼拜牧师讲，咱期待最大目标要甲伊号做啥物岛？福音岛，阿门。是，这是咱会当继续努力，也是上帝爱咱伫即个世代教会徛起伫即个所在，咱所爱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咱看伫美国第40任的总统雷根当时伊受选到总统的时阵，会当讲伊是历代上届年长的人。伊伫69岁过349天，意思就是讲，搁几天就70岁伊受选到总统，真无简单吼。总是即个纪录受拍破，就是2017年的时阵，川普伊就任的时阵，伊是70岁过220天，70岁哇，这嘛是无简单咱70岁早就退休啊，毋是嘛？嘿，人伊安那佫有气力会当来掌管整个美国国际的这个事务，这无简单总是伊是最后上年长的嘛，佫毋是咧。咱看拜登有无？伫2021年的时阵，伊上任总统几岁？78岁，佮过61天呢。意思就是讲，伊即摆已经超过80岁啊，超过80岁，还搁伫做总统哇！这实在是真正是破纪录的总是咱感谢主，会当看见因遮的美国的领袖因所表达出来，伫每一个时代内面，拢有真重要的一个总统。特别咱看雷根总统，伊是第40任的总统伊伫迄搭遐会当互咱看见的是安那？伊真正是得着上帝的祝福的一个人，有智慧的人所以伫咱遮年长的愈年长安那，愈有价值啦，对无？阿门。你甲隔壁讲，愈年长愈有价值。所以咱过去常常会讲老无路用，袂使，足有路用的对无？
老啊啦，无人插咱啊，袂好，大家拢真重视咱，这是咱爱真肯定的。咱看，哇，世界第一人呢，哇，80几岁的，佫会当做总统，这是无简单的一件代志咱看雷根总统伊有伊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沟通者沟通家伊是真乐观总是安那真有坚持伊的原则的嘛是足幽默的真趣味的一个人所以伊伫伊的手中啦，咱看见美国甲苏联的即款的武器。核子武器的一个竞争就来终止，后来嘛，秩序甲和即个苏联即个政体就来改善这是伫伊的手中所做真重要的一件代志。伊伫1981年1月20日就任的时阵佫无几工就1月20啊嘛对。伫3月30，伊互人拍枪受到即个有精神的病痛的人的一个拍枪所以呢伊就真紧急送去到病院雷根总统伊是共和党的伊伫共和党的伫病床的时阵，伊就甲遮的主治医生甲伊讲即个主治医生是民主党的啦甲伊讲毋茫恁今仔日拢是共和党的毋茫讲恁拢是共和党的总是伊嘛毋知影伊是啥物党派的嘛毋过即个主治医生就甲即个雷根总统讲报告总统，今仔日阮拢是共和党员就是讲是伫迄个时阵无分啥物党派啦看咱的总统最要紧，因为一国之主关系到国家甲世界的即个命脉所以咱会当感觉雷根后来伊伫过身进前的10年伊有得到老人痴呆症伊了解伊家己有即个病情了后，伊讲一句真特别的伊讲我的旅程要安那要适用要到适用总是我知影美国的人民永远有明亮的一个黎明哇，真好表示讲小五是有一个过程，大五咱拢是互相来扶持的。伫咱的国家，我相信咱嘛是安尼虽然伫每一届大选的过程内面拢有无共款的纷争拢有挑起遮的族群遮的观念，还是讲真重要的议题又无共款，总是无论安怎，求上帝就帮助咱。既然上帝互咱拢做伙活伫台湾这个所在，嘛求上帝互咱有智慧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的执政者祈祷，为着咱的在野党祝福为着咱的百姓，求上帝帮助互咱基督的福音真正会当去改变人心，去平定互社会会当安定，这是咱基督徒真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咱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阁继续要来看。前礼拜牧师讲到伫保罗伊第2次的宣教，伫欧洲的路程今仔日要来讲的是第3次伊的宣教的情形所以，咱看伫教会历史内面，这么伟大的一个保罗，伊嘛有伫人生的尾站内面，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内面。有讲了真互人感动，而且的言语，而且的勉励，嘛真做世世代代教会甲基督徒伫生命甲信仰中间的一个真好的一个学习的对象。我相信今仔日咱要透过伊的勉励，嘛会当来激励咱祝福咱的教会，也祝福咱兄弟姊妹。所以咱看伊是一个福音的见证者，你我嘛是对无？咱做伙来讲，咱拢是福音的见证者来，咱拢是福音的见证者，是咱拢是福音的见证者。这是伫咱的生活甲信仰内面爱合一，这是必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牧师要甲咱做伙来互相勉励这个题目叫做证明上帝恩典的一个福音。咱看保罗第3次的宣教。
来到伫米利都了后，圣经咱所读的哦，伊知影伊爱紧紧等于到伫耶路撒冷所以呢，伊就紧来召集附近，特别对幼所遐的长老来叫因来有一寡遮的劝勉这就是今仔日咱所看见的。伊了解即抓了后，伊可能无机会搁转来到亚细亚那亚细亚一带会当讲就是即卖的土耳其的一带当然伊伫第三处的一个即个旅行牧师甲即张图互咱看伊对耶路撒冷开始咱看有一条线伊对耶路撒冷开始到伫外邦的安提阿了后到伫安提阿了，伊阁继续遮一带遮拢是即卖的土耳其来到伫以弗所然后伫以弗所伊就坐船去到伫到伫欧洲，到伫第一站的菲律宾到伫菲律宾的所在然后伫菲律宾即摆遐就是希腊马其顿就是即摆希腊的所在伊就伫遐踅一大輪来到伫哥林多咱前禮拜有講到哥林多有無講前禮拜講雅典有無伊到伫哥林多，然後伊閣對哥林多閣坐船轉去到伫菲律賓今仔日就是咧描寫講伊對歐洲菲律賓遐閣看教會的情形了後，伊就閣開始倒轉來轉來到伫米利都的所在然後伊伫米利都伫迄搭遐就是來即個使徒行傳20章就是咧描寫伊伫米利都的時陣即個所在即個即個考啊，這是米利都伊就派人去到伫以弗所有無較懸的所在，即個第二個伊考啊以弗所來請遐個長老遐個牧會的傳教者來到伫米利都開會合後來咱閣看歷史的，伊伫遮了後，伊就開始閣倒轉來然後倒轉去到伫耶路撒冷就伫迄搭遐受掠受掠這是真正這個整個歷史就是照保羅所寫的安尼來進行所以這個路站咱就知影伊到伫菲律賓，然後伫馬其頓即擺希臘這一帶，聖經有真清楚甲咱講，伊伫遐安尼說3個月咱安一抓安尼爾毋過伊伫遐用3個月時間伫遐看教會，伫遐傳福音，這是保羅第3次的宣教的路站伫即搭遮今仔日透過牧師閣用這個地圖，互咱閣較清楚對無伊在意的就是伫即個亞細亞，就是即擺土耳其所建立的教會這個就是咱叫做啟示錄的7間教會有無大概攏較濟是就是分布伫土耳其即搭遮伊較重要的就是馬其頓的呼聲去到伫菲律賓帖撒羅尼迦哥林多有無所以咱伫新約內面伊所寫的批，咱就知影這攏是寫互教會的攏是寫互教會的安尼咱就會當閣較清楚好，所以咱透過這段經文，咱就求上帝幫助咱看保羅伊將伊的生活甲信仰真水的一個描寫，通互咱知影，真做一個基督徒，咱要安怎佇信仰甲生活內面做合一的工作。伊講，自從我佇亞細亞的日子以來，佇恁的中間做人安怎服侍主，凡事謙卑流着目屎，佮因為猶太人的無害，經歷着真濟的試煉。伊即搭遮有一個真水的一個描寫，互咱知影，保羅伊有一個順序，就是安那先做人安怎較服侍，有無？我做人安怎，恁攏知影。我謙卑服侍主，有無？所以做人佇頭前兄弟姊妹，咱要服侍上帝，咱袂當講咱做人真匪類真歹然後講主你來用我，哇，除非你先改變，對無？若無要安怎會當來服侍主呢？
所以保罗真清楚有一个服侍上帝的顺序，就是我先改变，因为我会改变，我会调整，我会更新，通成做主的见证，然后我来服侍主、服侍人，就有果效自然会产生出来。这伫圣经内面，真清楚甲咱讲。然后伊讲，我从来无用安尼谄媚的话，对恁这是恁知影的，嘛无装着私心，因为这是上帝通做见证的哦。保罗伫即句话内面嘛有真特别，互咱看到，伊讲到即个伊的做人安怎有分外甲内，对无？有分外甲内哦。伊讲外在的表现呢，咱拢有做伙敬拜，做伙服侍，做伙食饭，恁拢知影我的做人是安怎。我袂讲遐虚虚假假的代志，我袂捧红家己，我袂掠家己的官兵做上强的，毋是，遮的拢无。我谦卑服侍，这是恁会当甲我做见证的。这是保罗讲的哦。总是讲内心安怎？伊讲内心，那安尼，我的内心所想的是啥物？上帝会当甲我做见证，所以这是保罗伊伫人的面前，而且伊知影即条路等于到耶路撒冷了，可能无机会搁倒转来巡视这个教会，所以特别甲这个长老这个教会领袖，互因真清楚、真明白甲因讲，我是上帝的代言人，我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我做人安怎，恁知影？我伫恁中间，甲恁谈话所表露出来，恁拢真清楚。包括我内心所想的是啥物，上帝拢会当甲我背书，因为我心所想的就会讲出来，就会行出来，这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伫你的朋友、你的亲族的中间，伫因的眼中，你我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基督徒，这有要紧无？这非常的要紧哦。福音若是上帝的大能，应该就是不断会当更新咱，互咱是愈来愈清楚，咱的生活甲信仰是要怎样会当合一。毋是将信仰掠来下我的生活，毋是，是将我的生活按照信仰的目标，不断去调整，去下上帝的心意，去行伫真理的内面，去活出基督的香味来。这是伫保罗这段经文内面真清楚地甲咱讲。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互咱会当有即款的看见，伫咱福音来到台湾。151年久，对马街所传伫北部这个时间，总是到现在，咱看伫台湾真做基督徒的5%到7%尔呢。那安尼是毋是咱阁有较侪的责任伫这个世代内面，会当真正好好为主来做见证？特别咱爱为着这个执政的，若是已经是基督徒的。咱一定爱为着因来祈祷，互因无对着社会的风气走，互因会当坚持基督的信仰，成做台湾的祝福，成做伊执政的一个方针甲观念，这有要紧无？这真要紧的。所以兄弟姊妹，过去可能伫咱的教会内面感觉这社会的事啦，这政治咱毋免插啦，会分裂咱，总是无论安怎。为着咱的执政者在野党，为着台湾百姓，为着台湾的安定、经济的发展、社会国际的地位、台湾的平安，这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啊！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互咱的行事为人会当成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咱所讲的是下伫真理，我相信上帝了解，人嘛会当去体会到。这是你我所爱努力的，所以生活就爱有见证，咱的服侍，还是讲咱的见证较有效果，对无？这是理所当然啦，这是理所当然。一般社会人真在意的，就是囡仔学业嘛，对无？
吼、你囡仔真够读册，人会一定会甲你问讲，你囡仔是到底是安怎较会晓够读？吼、第一，伊时间是安怎安排？吼、第二，伊去对补习，找对一间补习班，对无？咱拢嘛探听，对。咱若有好的行为见证，我相信人就会受到咱的吸引，咱就真容易将因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咱看，咱教会伫过去这1、2年，上帝互咱会当伫这个所做报道的一个平台内面，你看咱会当吸引偌济人，我相信这拢是上帝伫这个时段赏赐咱的智慧互咱有这个人才。互咱有这看见来做伙来做主所欢喜的代志，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看保罗伊就是安尼，伊讲我服侍主，凡事谦卑，流着目屎，佮因为犹太人的无害，经历着这个试炼，所以真清楚甲咱讲，伊掠主做第一，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伊嘛安尼甲咱记载讲无论做啥物，爱对心里来做，亲像甲主做的，毋是甲人做的。阿门。是，这就是咱的信仰。咱学习保罗有一款信仰的典范，然后伊成做上帝的册遣，来成就上帝的祝福，就伫咱的中间。所以伊讲谦卑，这是一个服侍主上介重要的一个态度，吼！目睭流着目屎，这嘛在表明说，伊对信徒的这个关爱，吼，对信徒的疼惜，就亲像看做家己的骨肉至亲一般样。这是保罗伫伊所写的经文内面，伊所行出来遮，会当互咱诚做学习的一个真重要的内容。所以求上帝互咱会当即款的看见，我温柔谦卑，我充满热情。阿门。咱做伙来讲，我温柔谦卑，我充满热情。这是保罗互咱看见的哦。好，我温柔谦卑，温柔谦卑，总是为着福音，我有迄个热情。听着耶稣，我的目睭就光起来，有无？这就是咱基督徒的生活真自然的一个显露。搁过来，咱就看伫这个经文内面，保罗真清楚，伊讲为什么伊爱叫以弗所遮的长老、遮的首领基督徒来到米利都甲伊会集，来听伊最后这段话呢？因为伊真清楚，伊要转去到伫耶路撒冷。伊真清楚，伊要转去耶路撒冷是圣神的催逼，是圣神的感动，爱伊转去。总是伊毋知影会拄到什么，伊毋知，伊无明白到底即抓转去到耶路撒冷会安怎。总是伊心内知影，亲像时间已经到了，亲像时间已经到。所以，伊求信徒为着伊祈祷，求上帝保守伊伫耶路撒冷会当脱离一切的灾害。这嘛是一个咱看见服侍上帝的人，嘛有需要同甘彼此来祈祷，对无？所以我会记得1、2年前，我捌问咱兄弟姊妹讲，你大家为着牧师祈祷的举手一下，讲无几个人呢，对无？即摆我若问我有即摆歹势问。毋知会互我失志无吼？总是请咱会记起。昨昏在看即个电视，有一台就是在讲，你看赖清德伊当选你看伊也拢无笑容，你个知影讲这偌沉重的工作，事实啦，对无？你讲伊无笑容，伊本来就是即款的，伊个性，你看伊，伊在讲话本来伊这就是伊的态度，伊真谨慎，真严格，对代志伊有家己伊家己的原则，这就是伊显露出来，所以足沉重，当然啦，伊袂讲哇，我当选啦，袂吧？那安尼，咱嘛感觉咱亲像迄奇怪好改变安尼无迄就是伊本来伊所显露出来，总是咱嘛知影事实，
咱教会有小组了后啊，小组长就拢会甲牧师讲，哦，牧师啊，我吼安尼负责几个人吼，就无啥吼，就要变家一去吼，规教会我较会当体会着讲，哇，牧师要牧养一间教会真正是无容易。我讲，毋是我有法度，这绝对毋是我有法度，是真清楚对上帝的呼召，真清楚上帝的应允要甲我同在。要互我有智慧，要互我有气力，这是我所求的。我相信上帝嘛，要照伊所应允的来落实伫我的服侍顶面，这是理所当然。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嘛，时时刻刻为着咱的教会，想着咱的教会嘛，爱为着牧师来祈祷。牧师的健康，牧师的家庭的生活，牧师的运动，牧师的这个。服侍等等遮的有真济总是求上帝帮助，互咱看重即个。我看连保罗都拢需要，他有对一个无需要的，这是咱所会当看见的。所以咱若伫小组内面，咱嘛会记住，爱为着咱的小组长祈祷，互伊会当有智慧，互咱的小组充满喜乐。互咱的小组大家彼此迄款的连结真做一个祝福，这拢需要的。所以咱看保罗，伊为求这个信徒为着伊的这个要登去耶路撒冷这个路站，甲结果来祈祷。那么看见伊一个真有把握的是啥物？伊讲总是圣神伫逐个城市向我来指证，向我来证明讲。有困着有加压甲患难的等待我，这是互咱看见，对咱牧师对去出国去行保罗的路站，转来到即马，逐礼拜拢在讲保罗，阮所看见保罗的，咱看伊无论去到这，事实拢是安尼对吧？拢是困迫拢是患难，拢在等待伊。所以既然若是安尼，咱就知影保罗伊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后来伊讲的一句话：伊讲我却无掠性命最要紧，嘛无看最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阿门。是，这是咱会当看见的。所以毋是生甲死的问题啦，毋是生甲死的问题。伊所期待是啥物？就是会当完成上帝交付我的任务，这是上要紧。这是上要紧。因为无论生是死，总是叫基督伫我的身上会当照常来显明最大。阿门。这就是会当互咱看见保罗，伊就是有一款的心志，所以伊要活出的是啥物？是福音的价值啦，阿门。所以咱基督徒，咱每一日的生活，咱就是要活出福音的价值来，阿门。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看见哦。所以伫遮最后有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嘛要互咱知影，服侍主，咱就爱存着为着主受苦的一个心志，阿门。所以。上帝总是拢互我有一个真清楚的意念，是住伫台湾是风台天较济，还是平常的好天较济？好天较济嘛，所以咱就相信为着福音，有当时会拄着风台天，包括咱服侍主，无论你做啥物拢会拢有撒旦魔鬼伫遐在甲你扰动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总是咱要安怎坚定，讲这条就是上帝为着我备办服侍的道路，我要坚持。虽然有一款无同款的声音，总是我要单单听上帝的话。阿门。是，咱单单遵行听上帝的话，我相信上帝予咱的是比咱会当得到的更较济。阿门。所以服侍主愈多，受攻击就愈多总是每一届的经历的攻击，
拢是一个见证。阿门。因为咱坚持这份信仰，咱坚持咱的服侍，这个拢会当成做咱会当继续来见证福音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故事。所以，伫你我服侍有真济的故事，伫咱的家庭有真济的故事，拢会当成做见证福音，这是上帝予咱的。所以，愿上帝帮咱透过今仔日咱这段经文，咱会当来看见保罗掠服侍，甲荣耀主做伊终极的一个目标。这嘛是你我拢会当来努力的。所以，这个就是你我需要的，来宣告讲，我着是要服侍主、荣耀主。阿门。我着是要服侍主、荣耀主。做伙来讲来，我着是要服侍主、荣耀主。是啊，所以无论你是经营者，还是上班者，还是学生，做头家的，还是做新郎的，还是家庭主妇，无论做啥物，咱拢爱清楚，咱亲像甲主做，毋是甲人做。咱是为着主来做这一切，目的就是要荣耀伊的名，目的就是互咱清楚，咱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着要服侍咱的主。这是你我伫生活甲信仰内面需要合一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透过安尼，咱就会看见咱手所做的每一项，拢互伊有一个价值伫即个中间。阿门。毋是用价钱来算，是有迄个价值，因为你是为着主来做，所以迄件代志可能对人来看是真平常的代志，总是为着主来做，迄个价值就显明出来，迄个意义就真清楚，互你的生命有亮光、有信心、有愿望、有对上帝来更加大的福气来做主的工。所以兄弟姊妹，咱看无论雷根总统，还是讲过去咱遮的先辈，咱拢看见，拢有摕落来的日子，拢有摕落来的日子。伫迄个要摕落来的日子，咱要安怎样来做备办？昨昏咱看蔡英文总统有无？伊的遮发表的言语，哇，拢充满了对台湾的一个祝福。伊嘛真看见，伫即个台湾社会会当安尼平和来完成即个大选，这是台湾人的福气，这是全世界注心注目在看台湾是毋是真正有一个民主，有这个和平的意念伫咱台湾，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咱台湾每一个人拢做了上介好的一个见证，我相信这就是你我拢爱明白的。所以愿上帝帮咱，互咱会当思考，咱若是对后一代，咱要安怎来见证咱所信的？咱要安怎互因知影讲，这个信仰的价值伫倒落？这是你我信主的人，咱需要来思考的。透过咱的言行举止，不断更新意念，愈来愈属天的意念，愈来愈有正面的，是光明的。遐负面的物件，拢一定爱离开咱的身躯。不断爱对家己讲，我活是为着主来活。阿门。不断爱对家己讲，我每一件代志拢有价值，因为我拢是为着主来做。那安尼，我相信你迄个细胞的活力就会较赢迄个病菌的一个攻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拢会当成做咱下一代的一个祝福，也愿上帝来祝福伫咱的中间。所以咱爱宣告，我是上帝国有福气的人。阿门。你甲隔壁讲来，我是上帝国有福气的人。阿门。我是上帝国有福气的人。是，咱拢是上帝国有福气的。伫即个上帝国内面，咱真做伊所欢喜的。所以你有新的看见无？阿门。你有新的愿望无？阿门。有，应该有。这是保罗所留落予咱，伫一个新的年度开始，
求上帝来帮助咱吼。好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所以人若清起家己脱离这个，就要做贵气的器具，正成下伫主人的路用，便便通做逐项好的事。提摩太后书2章21节，搁一摆来。所以人若清起家己脱离这个，就要做贵气的器具，正成下伫主人的路用。便通做逐项好的事。提摩太后书2章21节。这是台语吼，所以咱的台语拢较文言一点对无？吼，搁一摆来。所以人若清起家己脱离这个，就要做贵气的器具，正成下伫主人的路用，便便通做逐项好的事。提摩太后书2章21节，是愿上帝帮助咱嘛会当来宣告，讲我要清起家己，我要离开这歹代，我要成做上帝手中贵气的器具，我要求圣神帮助，互我是清气的。我宣告，我要成做主的路用，我宣告，我要便便来做逐项好的事。阿门。是啊。这伫咱的这个导读内面直读、重读、宣读，咱会记起来爱继续牧师听着一个真好的消息会旧年咱安尼抄每一日的圣经节有无？哇，已经要突破100个啊，9来足赞的对无？要突破要100个啊！牧师期待今仔日最后一天对无你若讲真正无法度，我搁1点啊，我是毋是明仔载交？我甲你讲好，明仔载只要你也愿意交来，我相信咱对2位数会当变3位数，对无？哇，超过100个抄经文，哇，太赞了我佮甲你讲，我今年开始我无用手写，我用 iPad 用迄个电子笔写因为安尼写，佫会当变做啥物事，要随时换色拢会使呢，有够赞的我嘛在学一个新的物件，对无？互家己更较有兴趣抄上帝的话语，哇我感觉对年头抄的语，甲到年尾抄的语有进步无？我甲伊讲进步有够济呢。原来足久无拿笔写字安尼逐日抄，还是讲一礼拜抄2届，嘿，字会进步呢。阮囝讲，哎呦，爸爸你字佫真水我看头开始讲开始歹。尾啊，12月会真正真水呢，所以咱阁继续好无？有抄的继续抄逐日拢有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对咱这个世代，对咱永光教会一个真极大的一个祝福。阿门。咱好好来做主的工，就是需要上帝的话语，便便通做领受好的事，这是上帝所应允的。阿门。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宣告上帝的丰盛。
跳舞，轻条听我的救主。在咱对头前来吟的时阵，愿上帝的灵在咱中间，咱单单仰望伊，我可以过得胜的日子。用我失去无价，我献家己虚假，伫你光明圣家，完全无通抽摕，你无悔世情，生命。我出光天，用手上天安利，亲像迎朝杯酒分地。我要唱歌学路真实，宣告上天的方式。我要跳舞，欢喜跳舞。轻条听我的救主，尊贵荣耀冠冕命令，忧伤阮的温馨，为名拯救，领我到底，我愿献做我罪。尊贵荣耀冠冕命令，忧伤阮的温馨，为名拯救，爱我到底，我愿献做我罪。我声响亮，传遍全地，跳舞音乐满天的，学路的罪阵阵无停，荣耀宝座伫面前，学路的罪阵阵无停，荣耀宝座伫面前。主，阮感谢你，亲像诗歌所表达的，阮仰望你的时阵，阮发现阮是有罪的人。总是感谢你，你用你的宝血洗清阮污秽，互阮会当坦然进入到你的殿院来敬拜服侍你。互阮所献的诗歌，阮所听的，这个你的信息，拢成做芳芳的祭，请到伫你宝座的面前。阮的性命就要因为甲你连结，就成做丰盛。阮的性命是因为听见你的真理来行，阮就要充满光明。也阮的手举起为着人祝福祈祷，为着台湾，为着阮的百姓，为着这个所在祈祷的时阵，阮要看见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多谢你听阮的祈祷，祝福阮的台湾，祝福阮永光教会，祝福阮每一个永光人，伫这个世代为着助你做光做盐的时阵，你就丰盛阮，互阮有讲袂尽的福音的见证，荣耀你的名。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的姊妹，请坐。兄弟姊妹平安。平安。我今仔日要奉献的信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我凡事做恁的模样，就安尼着磨，来扶持软弱的人。搁较会记得主耶稣本身讲的话，讲，互人的比对人摕的搁较有福气。今仔日经文是保罗所讲的，
伊伫咧服侍的时阵，常常透过双手来帮助软弱的人。伊真有信心讲家己是一个好的模样。伊嘛伫咧讲因都真书讲过，恁就爱学我，亲像我学基督共款。代表保罗尽心尽力跟对主的道路。伫咧上帝面头前，伊是一个足慷慨的人。互人比对人摕搁较有福气的意思，就是服侍别人比接受别人的服侍，搁会使得到祝福。虽然伫咧祝福的时阵，虽然即个祝福无一定即马就会发生，但是当你做的愈较济，你得到的喜乐就愈济，嘛是无人会使摕掉的。就亲像就牧师讲的，荣耀归乎上帝，功劳归乎别人，喜乐来互咱家己。当咱看到别人的需要时阵，无论是咱的工课、学校、厝内底，像咱的斗相共，互相来斗相共的时阵，当咱尽心尽力做好咱的本分，上帝互咱的恩典甲祝福，绝对是超过咱的所求所想所求的。伫咧奉献的时阵，当咱每一个甘心乐意来奉献，嘛献互主上好的时阵，这就显出咱的信心了。上帝先授予咱足丰盛的祝福，伫咧今仔日你我的奉献，就是领受加倍的祝福，嘛是丰盛的宣告。上帝祝福咱你我今仔日的奉献，阿免。接落来是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会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阮甲主是阮做阵，咸比领受我命转换。开始奉献。信心感化，给天开来，报答主恩信心所爱，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感恩，你上感恩，阮要做心意互你。阮甲主非常请起立。做阵，咸伊领受我命转换，信心感化，给天开来，报答主恩信心所爱，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一切所有拢属你，阮上感恩，你上感恩，阮要做心意互你，阮上感恩，你上感恩，阮要做心意互你。非常请坐。这是要邀请本堂潘牧师来事工分享。这是咱要来关心咱永光教会咱的事工。咱有开始写，有开始导读无兄弟姊妹？有无吼？咱这是咱的导读。咱礼拜日咱拢会有一个引言吼。耶稣是上帝，也是有称做上帝囝，伊是美好无瑕疵的，伊嘛袂犯错。伊为着咱的罪受定十字架，互咱的罪得赦免，
对安尼，咱称伊做救主，这就是咱今仔日要写。为什么牧师要用这个来做咱的导读的引言？因为咱知影咱的教会即马差不多伫后壁这10年、5年来，新的兄弟姊妹真济，对无？所以为着要帮助咱遮的，特别是后来遮新的兄弟姊妹，包括咱老的信徒、旧的兄弟姊妹，咱有缘爱对上帝、对三位一体的上帝、对咱的基督教基本的信仰的真理爱真清楚所以咱透过导读来建立咱的信仰的基础，然后咱做铁三角的时阵，咱得引带咱的羊群，引带咱的小组。你才会讲出正确的信仰的观念，因为咱即马拢会当看网络，然后看网络，这网络有真济，拢毋是真正的咱的基督教，总是用基督教的名在扭羊，互咱对圣经的概念开始偏错去。所以牧师用安尼的导读，帮助咱的铁三角有正确的信仰的基础，帮助咱的兄弟姊妹。有对上帝真正正确的认捌，安尼是毋是对咱更较有帮助？阿们吗？所以咱每一个来写，而且牧师所计划，咱对上帝，然后介绍上帝，介绍创造，然后介绍耶稣。有照步来无？有有照步来。所以你若只爱家导读，逐工导读一节啦一节啦安尼导读。过来，你家写起来，你差不多伫今年，你有真对圣经的迄个基本的基要的真理，你拢会当真清楚。所以咱一定爱对起来，一定爱对起来。这就是牧师要互咱的永光教兄弟姊妹，伫这个圣经的真理上，真理顶悬搁较深的来认捌所以咱过来都有6天的导读的经文所以假使你若还未开始讲我做无用的啦，我即摆拢还未开始，我甲你讲，你今仔日就开始进前2礼拜拢搁对会着咧所以今仔日就开始若还未写的，还未导读的，你甲隔壁的，你甲伊讲，今仔日开始爱导读特别咱有服侍的人，咱拢真正需要上帝开来伫咱内面好，过来。好咱看到咱旧年咱即马抄写即个导读每一工拢有导读，阁有咱即马的小组长，干脆小组进前提早到，小组长就大家来做完，大家开始来写导读差不多写10分钟就会当写了大家会当安尼无大家讲无用所以咱的组长用较济时间较骨力的小组进前来，大家来抄。15分钟，甲伊抄了，这也是小组长咱会当做的。为着咱的组员多走一里路，阿们吗？组长，阿们好，感谢主好。过来咱伫2月份，咱有洗礼，洗礼就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互伊对伫迷信，然后甲主耶稣立约。所以本来迄个线是分开的。即马咧有砍掉咧无？领洗咧就是互伊砍掉咧。所以毋管伊伫大风大影的中间，耶稣的手甲伊砍掉咧，伊就袂伫大风大影、大海内面伫遐默受。所以你会厝里的人做完也袂领洗咧，紧甲因的手砍来，互耶稣砍掉咧。就是来领洗咧。阿们吗？阿们所以咱把握这个时间，过来。今仔日有主日服侍人员的训练，你今仔日爱参加训练的举手者，你今仔爱参加训练的，好，咱伫即场有4、5位所以伫1点20开始来训练。所以假使咱有安排伫教会的服侍，主日的服侍，一定爱参与伫训练。参与伫训练，阮才有开始去排你服侍。你若连训练都无爱，安尼可能就等你训练了，咱再来安排好，过来继续就是咱今仔日嘛有财务的训练会所以咱的当天你若是财务的，你爱留落来训练。后礼拜咱有召开小会好。
真重要就是咱一年拢有咱的会员大会，就是合会定期的合会。好，所以咱的兄弟姊妹，合会是要创什么会？透过合会，然后咱的国部，咱的国部的事工的进行，咱若听合会了后，你就知影咱的教会咧进展什么款的事工。安尼你甲教会就搁较有关系，所以咱爱来参与即个定期合会。当然，这就是伫咱礼拜了然后才开始举行的吼。好所以1月28只有一场的礼拜搁来就是今仔日爱教导读经文啦拄咱的主任牧师讲，若是明仔载教的，你若是要明仔载教的，你请你特别甲咱的会宴干事来甲伊讲一下。若无伊今仔收集了，可能就要准备要送去印吼。你甲伊讲，等我一下，我明仔载一定会到，伊一定会等你。但是你爱甲讲一下吼，互伊会当知影，这是一个好事。好。咱永光教会咱的培育的学校，伫3月要开课吼，3月要开课。咱即马就是伊若是入籍伫咱的教会，对别个教会转籍来，或者是伫遮领洗礼的咱的教会的老信徒，咱拢共款邀请因来参加咱的培育的学校，就亲像一个囡仔出世了后，幼稚园爱去上国民学校无？爱上国中无？爱上高中无？爱，这是世间的知识，咱的灵性有灵性的学校，所以这就是咱的教会伫新的一年、新的计划，互每一个人拢有灵性的学校通读。好，来，咱来看一下。好，这就是咱的培育学校咱来看一下所以咱的培育学校足活泼的哦。整个培育学校呢是堆叠累进的课程，所以我将这3个课程分别定义成为成长班的剥洋葱阶段，还有门徒班的圣灵清创恢复期，以及领袖班穿戴全副军装预演期。以下呢，我要细细的跟大家分享我对这3个阶段的定义跟说明。第一个阶段是神先让我知道什么是原罪，什么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还有孤儿的灵这些。神是我们的大医生，他先为我做了诊断，超音波的诊断之后，让我了解这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接下来我就进入了门徒班领受意象。这个阶段也是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始点，因为我属灵的眼睛被开启了之后，圣灵开始进行了一连串的治疗。神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这个伤患的地方是如何被他来清创。就像瀑布一般，圣灵的水流不停的浇灌我，不停的让那个水流在这伤痛处来治疗。后来又有超自然的方式来挽回我跟家人的关系。然后呢，最后就进入到了领袖班。神让我穿戴刚强的盔甲。课程当中，除了了解神赐给我哪一些宝贵的恩赐之外，也教会我如何去战胜这些仇敌的诡计。最重要的是，神开始让我学习用耶稣的爱，凭着信心和行动，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开始的聆听主的声音，这才真正的体会到培育课程里面所教导，是需要透过实践，从内而外的合一，是我认为最真切的做神的门徒。罗马书10章14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阿们。永光培育学校的课程，不但使我在服事上更有信心，很多的疑问都有透过牧者、讲师们的分享，直接带领我更快速的找到生活中的重心。也给我最大的收获跟改变，就是说话的态度，也让我有勇气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已经接受完了装备，我随时可以接受考验，因为主已经赐给我那不断的信心。感谢主。
感谢主哈，好，咱会当有这个真正矫正的这个培育的学校啊，咱还未报名啊，会当来紧来报名啊，咱是已经是10年、20年、30年的信徒，咱更较需要来重新组织你的信仰，重新互你的信仰会当去进入到甲上帝更较亲密的所在。好，所以咱会当来把握咱的时间。那每一个那还未上过培育学校的，咱拢会收到这个入学通知单，吼，入学通知单。所以咱若是收到了后，咱伫基督的内面，看上帝安怎信息安怎来对你讲话，吼。好，过来，咱已经要进入新年，所以咱伫1月21、28，咱的牧区要做伙来摒扫，吼。啊，所以咱有私人的物件，放伫咱的教会，放伫迄个柜内面，或者是鞋架、鞋柜内面。啊，咱家己家摕走，或者是你有伫厨房，放你的被啦，放你的任何的物件吼，咱拢来家己摕走，因为咱要若毋是属伫教会，咱拢要家己清掉哦吼。啊，若无，即个也放，迄个也放。哇！教会煞变成做足侪物件是藏咱的，所以教会的物件要藏煞无所在。好，所以家己的物件拢爱摕走哦。若无会互干事甲你清掉去哦，吼。好，包括你有摕来鞋啊，吼咱只有干事的鞋啊是放伫遮吼，因为因伫遮逐工伫遮上班。你若毋是伫遮上班的，你鞋啊可能若要清，你家己扎啦，转去的时阵，佮家己扎转去吼，安尼。好，所以请咱会当来配合。咱家己爱摒扫的空间，咱牧区的区长来注意一下，包括迄个时间来约好咱的遮的组员来做伙来摒扫吼。好，咱这一年73届吼，咱的台北中会的选举内面咧选新的干部牧师互选着做中会的副书记吼。所以会加真侪中会中会的遮事工爱来担任一年一年慢慢学习啦吼。所以大家嘛为着潘牧师来祈祷吼，伫教会事工甲中会事工遮即款情形会当有上帝智慧甲迄个健康甲迄个快乐，拢伫牧师的身上。牧师足需要恁为着牧师逐工祈祷哦吼。好，过来永伟牧区要去佚佗。迄是几月？2月28号，3还是2？2月28，好，要去北海岸吼，要去福隆，所以咱请咱的牧区永伟牧区的兄弟姊妹会当紧来报名，一个人650块吼，真好啊！这个天气足好的吼，所以咱透过安尼邀请咱的新朋友，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哇，好，过来，咱来介绍新朋友。好，这是丽娜，丽娜伫倒位？咱欢迎咱的丽娜，哇！上帝祝福咱的潘丽娜姐妹哈，是所以潘姐妹、丽娜姐妹是安怎来？有人甲你介绍？哦，妈妈捌来过，哇！咱搁一摆。热烈的掌声欢迎咱的丽娜，哈！每一礼拜拢会当伫遮甲咱来做伙吟诗敬拜咱的上帝，所以咱请丽娜来咱的迎宾团队来教会有礼物要来送伊哦，哈！好，安尼这时请咱起立，请咱起立。提出来饮酒好味，平安福气满满心，万心心来就万里，端望到年年的好气，上帝就好你，就好你，你的命更叫你，你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好你，就好你。
师要为咱来祝福的祈祷。但愿天父上帝无限的疼痛，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及圣神的引带感动，互恁伫每一日拢活出基督的香味，也成做美好的见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大家请坐。